通过网络也甲阮衷心敬拜，愿主你甲阮同在，互阮因为圣神的启示甲感动，即落你罗伯的嘴所讲出来，是你圣神亲自来启示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你面前安尼交托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咱伫即个进前一两个月中间，牧师的分享大概针对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咱的祈祷伫咱的祈祷的生活无共款的层面，大家互相来学习，互相来面对。第二个部分就是圣神的工作，圣神安怎伫伊立理的下面，伫咱的生命中，伫咱的心上来做工。当咱理解、明白、接受环境的时阵，你就发现讲，你毋是一个人伫单打独斗，你毋是家己一个安尼拼命流汗无快乐，是因为有圣神通互你倚靠。今日咱要通过两段经文来学习一个正确的祈祷，也是态度，就是望垂听的祈祷。圣经安怎甲咱教示？迄无受接纳的祈祷是甚物款的祈祷安尼？互咱更较清楚讲，咱平常时祈祷中间，迄个态度是甚物？咱的出发点是甚物？吼！咱即两位的经节，咱小等下会伫经节中继续来学习。咱就拄则已经读过、跳过吼。咱就是大先，咱看去即段熟悉的经文嘛，《罗马书》8章26、29、28节，中间有一句，咱正人非常的清楚讲。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讲袂出的吐气来替咱祈祷。到底这个圣神的吐气甲祈祷到底是甚物意思？要互咱有甚物款的提醒？这个蒙垂听的祈祷的要素。所以咱伫遮再搁来看这段经文，伊安怎甲咱描述？伊讲亲像安尼，咱软弱的时，圣神嘛有得甲咱扶持。意思是。每一个人拢有伊软弱的时刻，这个软弱毋是你家己自怜自爱，也是讲伫遐唉声叹气，是你互圣神知影你的软弱。当你的软弱交托互圣神的时阵，讲伊会甲咱扶持。扶持过来安怎呢？讲因为咱毋知着安怎祈祷，安尼。甲咱平时咧训练祈祷，改成即句话无甚物款安尼夹抓的款。事实咱毋知安怎祈祷，伊是迄个内涵的意思，要互咱知。小等下咱来分析吼。所以因为咱毋知嘛，咱毋知要祈祷甚物方向，祈祷甚物对上帝加求讨甚物，所以咱放心。伊讲，毋过圣神家己用袂当表达的吐气。用袂当迄个话可能加一字出来用袂当表达的吐气替咱的祈求。然后伊咧讲即个理由的顺27节，伊讲了解人内心的上帝，明白圣神的意思，因为圣神照上帝的旨意替咱祈求安尼。然后伊完一节咱真实的经节，咱。较有的人较惯势读科学本万事互相效力咱用台语的来读看卖，咱来出声来读即句好无？28节来，咱知万项事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家己的旨意选调的，拢有利益。这段经文事实有人甲伊称呼讲罗马书这段8章26、29、28节。这是一段在分享迄个正确，也是讲真重要的祈祷态度的经节。咱会当简单分几点来学习。这个望垂听的祈祷望垂听的祈祷，第一项，伊讲咱的软弱有圣神帮助，所以迄个软弱有圣神帮助到底？逐个人嘛有软弱嘛，迄个接触点就是讲，你欢喜甲家己的软弱用圣神来拍开啦。真侪人有时有一点安怎讲，
歹势也好，也是讲有点惊闹气，或是就讲甲人讲家己的软弱，还是足无能力的事，真见笑的事，真歹势，真闹气安尼吼。但是圣神讲咱的软弱，伊要帮咱。囡仔腹肚枵，伊会甲妈妈讲：啊，妈妈，我腹肚枵去运动了吼，腹肚枵有啥物通好食无？对无？咱有欠缺的时，咱会甲咱供应的讲。但基督徒头一个是爱先有一个态度，讲愿意将家己的软弱摆伫主的面前。有一个出名的这个人际关系甲心理学家叫做布朗博士，伊写一本册叫做《脆弱的力量》。吼，伊咧分析讲脆弱到底对一个人是好啊歹？实际伊是徛伫一个较正面的解释，吼，讲有示弱的勇气就对啦。人毋通伤惊到一个程度，这我知，这我无问题，这我有法的，安尼吼。煞怎甲家己的迄个空虚放伫家己的内心，无法度得到人的帮衬。这本册内底有几个重点，伊讲脆弱是人的本质啊，所有创造力甲情感的核心，也是人性上强大的气力。这脆弱吼，有时甲迄个骄傲是对立的。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会感觉讲我逐项拢知，都拢会煞颠倒，伊无有扩展的空间呢，因为伊已经进步啊啦。但当你讲脆弱表达出来的时阵，伊讲这颠倒是一个人创造力甲情感的核心。我行路真喘，行袂到，你是脆弱，但你知影讲我若阁继续行，是毋是我来阁较有气力？有人咧爬山毋捌爬过，是喘甲爬无法的。但是讲我若明仔载阁加爬咧，加行咧100公尺，是毋较好咧？人当显露出脆弱的时阵，毋是咧表示伊是软正，伊讲是迄个人性扩展，也是讲成长上大的气力。伊讲展现脆弱真实的一面，真诚面对家己的惊吓，颠倒会当提升咱伫人际关系、情感、求学、职场甲教养的能量。而且社会因为太强调竞争啦，这个社会太强调你唔通暴露你的弱点，所以互咱家己武装起来。但是正确的人际关系，也是正确的互相的群体，特别是伫教会内面，有时示弱是一个互人看见你的需要，示弱是互人会当及时帮助你的。伊讲这款展现脆弱真实的一面，颠倒会当互咱伫人际关系、情感中、求学的中间，职场甲教养的这个气力。所以，咱既然伫一个群体中间，特别是一个健康的群体，表达脆弱是得到帮助甲气力提升的方法。所以呢，咱伫教会更加是安尼，咱伫圣神的面前更加是安尼。所以讲，会晓表达脆弱的人，毋是软弱哦。你有表达，毋是你真正软弱，毋是输的感觉，是因为无经过脆弱，只就袂当得到真正的勇敢。这句话实在是真宝贵啦。咱真热天到无属因为住伫海边，咱常常这款新闻会足毋甘。前无偌久，伫咱的迄个渔光岛遐。一阵囡仔毕业欢喜甲烧酒走去海边要耍水安尼海边耍水，无拍算，迄个海泳你若无熟悉，也是水性无好，哇，迄沉落去无1-2分钟就无性命呢。我咧讲这是讲，有个人知影讲落水迄个惊吓一个来。所以你需要人帮助。你讲我袂晓游，还是讲你帮助我安怎浮伫水面，互我沉落去时阵袂紧张。人若紧张，迄个肌肉甲骨质就顶起来，顶起来就沉落啊。所以咱知影讲，有个人会晓水母漂，还是讲会人咧困伫水顶，是伊轻松啦，伊知影即个水袂害伊安尼。同款意思。
当咱需要会晓耍水收水的时阵，有人甲你帮衬，你迄个惊吓吼先有啦，你才会想要学啦。安尼我毋惊吼，后来迄囡仔毋捌水是安怎搭跳落甲撞落去，哇！一沉落去啊，人啊伊是大人都甲救起来安尼吼。所以咱若无行过脆弱，咱无惊，咱就无法得到提升的困难。中国内地会一个创办人就是这个出名的戴德生牧师吼，已经5代伫这个华人的教会服侍啊，已经第5代啊吼。伫清朝开始，伊讲所有上帝的英雄拢捌是乱族的人，所以咱回顾到摩西伊讲乱族，基甸伊讲乱族，大卫伊讲乱族，但是为乱族毋是见笑的事，乱族是因为你知影你的需要。同款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安怎讲？咱原毋知影安怎祈祷。拢是圣神亲自用言语袂当表达的土气替咱甲上帝祈求。即个讲，咱袂晓祈祷吼，到底理由是啥物？咱毋是定咧操练祈祷吗？祈祷文嘛是咧祈祷啊，吼！伊即个讲的意思是咧讲，咱基督徒，咱有先有一个自我了解，拄来迄个脆弱有关系啊。伊讲，咱袂当预见未来。头前的脚步要安怎行，你毋知；上帝甲你安排的路是安怎，你毋知。所以你甲上帝讲，上帝，你甲我安怎？你甲我安怎？等于是你知啊，叫上帝甲你做啊。迄个态度是前后处处毋对去啊。因为咱毋知将来路是好也歹，将来对我行倒一条路是黑，所以咱毋知影祈祷是即个理由啦。第二，咱毋知影什么对咱上好。你目前的需要是讲我需要一杯水，安尼即个需要水摕到。但是国来的路，上帝要互你的是什么？你毋知，所以伊是用即个前提在甲咱讲，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替咱祈祷。咱会记哩两几礼拜前，咱咧讲到圣神内住吼。圣神内住的意思是讲，伊家己亲像一个咱亲像医疗上好的机器安尼。甲你验过啊，知影讲你身躯电子断层各方面的验，甲知影讲你倒有问题啦。伊咧替你祈祷，敢毋是比你家己知影偌济更较好？所以圣神的讲袂出的土气，有人甲解释讲，迄个土气是讲用言语表达袂出来，是迄个真诚的祈祷。第四，也有人用讲袂出的土气用另外一种解释啦圣经并无安尼讲，伊是讲像是咧讲方言安尼，迄个。言语袂当表达的就对。即款土气是一个真诚的祈祷，是一个关怀的祈祷，是一个看见咱的需要的祈祷。伊讲即款的祈祷，因为圣神知影你的未来，圣神清楚，因为你甲圣神有结连嘛，所以伊知影你什么是对你上好的。所以咱来甲家己乱入排列，圣神就要替你祈祷。第三，上帝和万事互相效力，叫听上帝的人，就是照伊旨意呼召的，拢得到利益。即句话嘛同款，甲头前的有连结啦，有三结连。伊讲上帝和万事效力，即句话应该大家拢真清楚。真侪代志是互相影响的。今年有真侪果子无啥食会着咧山影讲欠产啦进前咱甲伫迄个纳马夏有一个牧师娘有咧联络即个牧师娘对迄纳马夏的山顶咧种水蜜桃，伊顶日敲电话来讲，牧师啊，今年减产，因为在开会的时阵落雨结果率无够，所以今年的水蜜桃出产足少的就对安尼，减足侪成就对安尼，山野嘛共款，所以春天开花落雨的时间也无好势，咱是用这个大自然来讲，伊是万事在互相效力，有这个风就有迄个雨。今年鱼足多，是因为可能水温海水的水温毋知悬下低，影响到迄个鱼
鱼群的溪流安尼。所以意思是讲，上帝和万事效力是上帝咧掌管啦。所以有一个经文的解释讲，像有一只手咧指引伫万事的中间。重点是讲，咱基督徒到底是这边较好，还是迄边较好？有真侪人用家己的这个自觉咧判断，有时是无正确。咱真侪兄弟对投资股票真内行咱拢知影迄股票股市瞬息万变呢。你若讲毋拄一窝蜂甲人炒股讲这个股票毋知升偌济你个只落落去哇，惨啊，跌停板去啊，上变壁抓去啊。意思是，咱基督徒伫祈祷的时阵，迄个看袂到的手，有时你看作是灾难的，后来变作是祝福。比作是有路用的，原来是失望的、无其他的，竟然真侪大的祝福。所以既然这个事咧演变，有人就想着跋筊嘛，来赌注一下，赌一把，对着我的，无就过来拍算安尼。但是基督徒有一个观点，因为既然这个万事效力，伊演变袂当伫咱的掌握中，伊讲，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迄是一个基础，一个根基啦。你毋通追求迄个表面上的兴旺甲衰微啦，你是用行上帝国家义，行伫上帝旨意内底，伊讲要互听上帝得到利益，这是一个基督徒上悬的一个信仰的条件，也是咱常常拄到的困难安尼。昨昏我甲赵牧师来参加伊的兄哥第四兄哥，伊也是牧师，谢庆祥牧师的这个告别式。伊安尼破病20天伫顶礼拜来过往去，昨昏举行告别式。伊的牧师娘，伊咧做见证的时阵，伊就是讲，上帝带谢庆祥牧师离开。看起来是一个损失，一个毋甘，毋过伊见证讲，上帝听伊的工人，伫伊安尼开始演变失灵，无2礼拜，上帝就互伊伫床顶困去，来带伊去，面貌真安详，心真平安。看起来对人来看是一个安尼毋甘哀伤甲困境。但是对信仰来看，伊讲好亲像原来是一个灾难变成是利益，因为赵牧师伊家己一个在照顾先生，小可会行会振动，佫真方便。当倒伫床顶的时阵，连要翻身都无法的。本来已经安排好，看安养院要甲送过，毋过毋甘安养院的照顾。无法当亲像家己伫身躯边安尼，所以若是人来看讲70岁实是也无介年纪介大，但是上帝互伊离开实是足毋甘。但是对伫即个赵牧师娘伊的信仰是知影讲，迄个灾难变成有益的，失望变做大的祝福。人用家己的判断咧做的时阵，有时拢是失错去。有误差的，所以这段经文咧甲咱讲，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是因为你无去追求迄个短线，你无去追求迄个表面上的赢甲输，无去追求迄个线面上看到的好，是因为你确信上帝要带你，因为你将家己的软弱交托互主，圣神就用讲袂出的吐气来替你祈祷，兄弟姊妹。这是一个讲起来好讲啦，实是真大的操练，因为迄毋是你家己安尼掌握到的。当人无把握的时阵，你会惊吓，但是请会记得表示脆弱，表示软弱伫主的面前，因为圣神伫咱软弱的时阵要帮助咱。第二项是，什么是无望垂听的祈祷啦？
无望随听的祈祷有一段经文，甲咱讲了非常的有意思吼。雅各书第4章20到30，伊讲：恁想要得到，得袂到，就要杀人；恁欲望满满，毋过袂当满足，就争执斗争。恁得袂到所爱，因为无对上帝求。这段经文有时咱初看无啥会了解啦。讲话讲真咸真重吼。第3节，伊讲。恁祈求，毋过得袂到，因为你的动机毋好，这是伊的关键字啦。当你有贪有求，迄个求是家己的动机无好的时阵，伊讲所求的简单是要满足家己的快乐。所以雅各书呢是一个咧强调吼，你有信，还佫有行为来配合的。所以咱人对即个无望随听的祈祷呢，有几项的学习啦。第一，因为有时咱出自邪恶的动机，伊讲，恁要掠无就杀人，恁极度贪婪，得袂到就要斗争。原文的圣经，也是讲原来圣经的解说，咱若是对第1节来读，咱小可了解。伊讲的毋是只干那是咱生活上、咱生命中的事，有时是咱灵性上的问题。第1节你讲恁中间有争斗。是迄个霸体中争斗的欲望来。好，咱来看第1节，有圣经，你甲看第1节。伊原来讲的第1节就是讲，咱人伫家己内在欲望的战争啦。也会使讲是霸体的战争，嘛会使讲是一个群体内面。当你的动机是贪，是要对别人得到，伊较少，你较多的时阵，伊即讲杀人吼，原文毋是遐尔讲是实体的杀人啦，是迄种的即个抢夺。所以你当极度贪婪的时阵，你有斗争，这歹的动机，毋是一个祈祷会得到上帝赏赐的。所以咱常常有时咧讲批判嘛好，嘛会当讲有时社会中吼有真侪迄个从事迄个无好的职业，也是讲专门咧偷咧共抢，无好的事的时阵，伊嘛去拜伊的偶像啦。讲你若甲我保庇吼，我就会当安怎。事实，若对圣经来讲，这拢是无受稳准的。那第2项讲，恁得袂到所爱，是因为恁无向上帝求啦。得袂到，你无求，有时咱祈祷吼，家己有困难、有欠缺，你毋捌甲主求。第3，伊阁强调一遍讲，恁求犹原得袂到，因为恁的动机无好，恁所求的不过是你家己的娱乐享受安尼若定。咱为何得袂到？咱当用同款雅各书一段经文来做回应印证啦吼。雅各书中间甲咱提起讲是安怎得袂到？1章60到70讲，不过恁着靠信心求，毋通摇曳的人，亲像海涌互风扫，起起落落。这款人三心两意，所做无定性，免想要对主得到什么。你若对这个第4章来3印证，咱就知影讲伊讲恁无求，有时是你求你无信心嘛。你三心两意，亲像海面安尼涌来涌去，涌来涌去，起起落落，无定性，三心两意无信心，这拢是得袂到的一种即个背景。看你思维，咱要安怎对主来领受到即个祝福，是因为你有信心。你将家己的困境交托给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回顾着几礼拜前，咱咧讲到圣神的同在，请会记得，你是因为有圣神替你祈祷，圣神明白知影你的体质、你的需要、你的欠缺，然后圣神用讲袂出的土气替你祈祷，所以咱基督徒上重要的迄个圣神的内住。是优先的，然后你才有这个侍奉的动力。咱复习顶摆咱所读的经节，圣神赐开力。伊讲我祈求上帝，照以荣耀的丰盛，照着圣神赐予恁开力，互恁内在的生命强壮起来。这是5个字，咱用圣神的同在，互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经节。而且就是搁一遍咧，甲咱强调讲人。
那有圣神的同在，迄个丰富甲快乐、生命永壮，才会得到。所以这个处事真重要，咱安怎互圣神甲咱同在？所以今仔日咱有文道学校的结业，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当期待讲，当咱迄个疫情若消散了后，咱恢复正常的活动，咱要推动各种的事工，咱要推动幸福小组，望咱大家人用祈祷做咱的开始。有几项甲事奉有关系，咱大家来学习。第一，祈祷是一切事奉的根本。咱若无祈祷吼，你照家己的想法做东做西，有时是了白工，因为这无圣神的同意。圣神随家己的意思行事，咱先祈祷求圣神来带领。这才是咱一个事奉主的一个原则，也是讲一个这个处事安尼。有一句话真有意思，伊安尼讲：祈祷毋是一个后备车胎，后备车胎，咱知影讲咱有个车顶吼，迄车后壁放一个车链安尼吼。啊开，安尼就反正无代志，你拢无咧甲用安尼啦吼。啊拄着啊，哇！去互顶啊拆破去啊！咱赶紧掀起来讲啊，我有好佳哉有一个车链，啊，毋过迄个车链也无灌风啦，已经毋知放几冬去啊，拢消风去啊啦。伊讲祈祷毋是即款后备车胎，哦，你拄着麻烦的时阵摕出来用啦。祈祷是一个方向盘，哇！你查车顶吼，后备车胎无要紧的，迄方向盘也无好势，就万问题啊！你要右转吼，轨道毋对，迄就麻烦啊。所以祈祷是你的方向盘，伊要指示你正确的道路。搁一项，这是一个信仰态度。当上帝解决你的问题，你就要相信上帝有解决的能力啊！你甲代志交托给主，上帝会解决你的问题，你是要有相信。但是搁一个嘛真重要哦，当上帝无解决你的问题的时阵，你要安怎？因为上帝相信你家己有能力啊！基督徒是伫即个环境的中间，你毋是逐项拢替互上帝，是讲当上帝无甲你解决的时候，毋是放弃你哦，毋是甲你提示哦，是讲我知影你有困难啦，吼，毋通坐伫遐吼，你在干焦等，你有困难通解决。当你无困难的时阵，上帝就替你解决安尼。第二。咱讲有关事奉，讲圣神高抹的，毋是迄个计划啦，是要高化迄个祈祷的人。所以一个祈祷的人，比一个搞计划的人更较重要。一个工作，一个事工的兴旺吼，会兴盛，毋是即个人吼，哇，想啊足周至啊，讲啊安尼啊，非常的完美的计划，是因为有一群咧祈祷的人。咱过去这20冬。咱真侪兄弟都经历到，咱的教会的发展的过程中间，是因为有一群祈祷的人，伫密室、伫祈祷室、伫背后咧祈祷。所以教会的成长指标是啥物？毋是表面上的人数，是咧看讲伫即个中间的百姓兄弟姊妹，迄个祈祷生活的质甲量。最后牧师要用一个。常常咧用的，我感觉真好用。望咱大家拢会晓通分享，互咱无道友，也是遮的兄弟，教伊安怎祈祷就对啦吼。这个毋是讲咱袂晓，是讲要互咱家己记起来，甚至毋免看文字，你就会晓甲人教安尼。这牧师常常伫迄个新朋友来，也是讲伊咧学习做慕道的时阵来教讲，你要安怎祈祷。真简单，咱会当家记起来。即个周末内面有印出伊的处事书，用即个来做结束，就是祈祷甲手机的批注啦。吼，祈祷甲手机的批注。你毋是死板甲背哦，是讲你会晓解释。有时牧师会用手机，也是讲5支枕头啊，吼，来解释迄个祈祷的处事安尼。当然简单来分享，咱就要来做迄个异地的祈祷吼。祈祷。甲手机的譬如吼，大省是爱解释讲，你需要一支免费的手机。咱当咱甲一个新朋友讲袂晓祈祷的时阵，伊若表达袂晓记，你甲教讲，你会晓用手机袂？先甲讲安尼。伊讲祈祷是亲像用一支免费的手机，
咱大家人手中拢1支到2支拢有啦吼，的手机，所以伊是绝对了解，讲保证接收，绝对袂占线。吼，咱敲电话去啦，对方在接电话讲啊，电话中请稍后再打，对无？保证接收，绝对袂占线，佫完全免费。吼，你无交钱吼，啊，即个手机公司就甲你关机安尼，啊，佫4代方便，吼，4代方便。啊，咱毋免地到落地啊，啊，免姊妹都囥到你的hand都目久安尼。啊，所以即个你也要解释吼，你若甲咱的新朋友解释讲，你需要一个手机啊，啊，即个手机就是基岛，保证接收袂占线，免费佫好查安尼。啊，然后提出讲，你是毋是有郁卒、失望、痛苦、疾病、失业、拜透透、行到走投无路？来，赶紧即个机啊，甲 call 落去，免费的，马上通。啊，牧师解释者吼，这毋是随随便便来呢，这是有人真正用即个来报道吼，来甲人教导，迄是一个，若要讲是有版权的哦，吼，毋是牧师家己发明的。有人伫即个社会中间教人安怎祈祷，后来啊，过来就简单啦。你当你引起伊的动机，知影祈祷遐好帮助的时阵，咱就甲开始教使用即个免费手机的5个步骤啦。啊，你就甲讲5支枕头啊，伊就听有啊。后来第1支枕头是啥物？你爱敲电话嘛？吼，啊，伊讲你敲7号7个字啦。吼，咱知影即现在手机是爱10个字嘛吼。伊讲敲7字是啥物意思？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第1句先甲敲落去安尼，7字甲敲落去安尼，啊，敲咧电话就亮啊，对毋对？后来啊，敲通的时阵讲第二支枕头啊，先请安甲感谢啦。上帝啊，我感谢你，互我有机会甲你祈祷。后壁这是讲教伊安怎讲就对啦吼。啊，第2项就是讲你爱甲人挨下住一个啊，你爱甲人打个招呼嘛。吼，你靠某咪人讲啊，某咪兄弟啊，你最近好无？安怎？吼啊，所以第2项是爱请安甲感谢就对啦吼。啊，这哪4个字就是讲你甲伊短短会晓讲。第3就是内容啊，真重要，将你的心事诚意讲出来。你会当讲啊，我就开始像咧甲一人讲话，讲我今日有啥物困难，有啥物问题，互我真烦恼，我需要你的大能开力帮助我，为我开路。还是讲你祈祷讲，求你使我平安喜乐，我信靠你，求你帮助我，救我。这第3支枕头啊，第三步就对啦吼。啊，过来第4步，咱基督徒就足清楚啊。第4步就是伊这意思。这手机啊，保证有卡出去就对啦，保证接收的方法就是讲，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啊，就保证有接收啊，就对啦。第5啊，搁较简单，确定你真正要得到帮助，就讲阿门安尼。但是话，这个是牧师常常咧运用伫遮初信的会友吼，伊听到拢足清楚啊。啊，牧师有时印一张简单的单啊，摕互伊，讲来你照安尼学祈祷。啊，你若讲安尼袂晓的吼，啊，都毋知要怎祈祷，我替你祈祷尔嘛，啊是你照念尔嘛吼。啊，所以咱若简单讲即个5步骤啦吼。即个5个步骤，就是讲，第1，2号码，亲爱天父上帝；第2，请安甲感谢，感谢你，互我有机会甲你祈祷；第3，讲我今日有啥物困难，甲你的心事讲出来；第4，保证接收，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第5，阿门安尼。我问讲，这是一个足简单，已经简单甲啊，大人拢会晓的。咱伫咱的生活中，来做帮助做一人会晓祈祷、敢祈祷，甲家己的困难带到主的面前。兄弟姊妹，咱要吟一首回应诗，伫这个回应诗的中间，咱就开始要为着咱遮的